跟住6點鐘新聞，冰島火山灰癱瘓咗歐洲航空交通多日之後咧，歐盟同意進一步恢復航空交通。咁多個歐洲國家嘅機場陸續重開。係咁，不過咧，新一輪嘅火山灰又再飄向英國，當地繼續關閉大部分嘅領空，只係重開部分機場。吳慧思報導。冰島南部嘅埃亞菲亞德拉火山爆發，緩和1日之後，又再活躍起嚟，爆發出嚟嘅岩漿多咗。不過造成歐洲航空癱瘓多日嘅火山灰就減少咗，火山灰亦都冇升到好似之前幾日咁高。不過新一輪嘅火山灰吹向英國，仍然影響當地嘅航空交通。英國目前仍然維持大部分嘅航空管制，只係重開咗蘇格蘭同埋英格蘭北部嘅機場。至於倫敦嘅多個機場就未知幾時重開。喺西班牙，英國海軍派艦艇接走由阿富汗返國嘅英軍，有滯留喺西班牙嘅英國旅客希望可以隨船離開，但係被拒絕。新一輪嘅火山灰亦都令到一度重開機場嘅波蘭再度封閉領空，挪威亦都關閉西南部嘅空域。但係歐洲北部同埋中部多國嘅機場已經陸續重開，其中嘅德國多個機場部分恢復少量嘅航班升降。而喺法國巴黎嘅戴高樂機場同埋奧利機場亦都重開，多班航班恢復升降。而喺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嘅斯希普霍爾機場，荷蘭皇家航空公司恢復客運。航空公司話會減少航班嘅載客量，減低負荷，確保安全。另外，西班牙、匈牙利同埋意大利等多個國家嘅機場亦都重開。冰島火山灰上個星期4開始癱瘓歐洲航空交通，打擊歐洲嘅經濟。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話，航空業平均每日經濟損失可能高達3億美元，包括客運同埋貨運。歐洲航空導航安全局亦都指，歐洲星期一復飛嘅航班有8000至到9000架，只係正常嘅大約1/3，需要盡快逐步恢復歐洲航空嘅交通。預計今日嘅航班數目會恢復到平日嘅60%左右。亞洲電視記者吳維思報道。美軍同伊拉克部隊喺伊拉克北部進行剿滅當地阿蓋達組織嘅行動時，擊斃咗2個頭目。交俾陳亞珊講下。駐伊拉克美軍同埋伊拉克嘅部隊喺今次嘅行動當中擊斃咗2個阿蓋達嘅頭目。美國同埋伊拉克都宣稱行動取得勝利，係對阿蓋達組織喺伊拉克分支嘅沉重打擊。點解美國同埋伊拉克會咁樣講呢？由林永雄講下。伊拉克總理馬利基親自宣布擊斃2個阿蓋達頭目嘅消息，佢哋分別係阿蓋達嘅伊拉克分部領袖馬斯里，以及該組織所成立嘅伊拉克伊斯蘭國嘅領袖巴格達迪。馬利基話，美伊聯軍星期日包圍2個人喺北部城鎮提克里特附近嘅住所，然後由美軍戰機發射火箭擊斃馬斯里同佢1個助手，以及巴格達迪同佢1個仔，並且拘捕咗佢哋嘅16個手下。不過美軍亦都損兵折將，一架黑鷹直升機喺行動中意外墜毀，機上美軍1死3傷。馬斯里係埃及人，90年代到阿富汗嘅阿蓋達訓練營受訓，2006年起領導伊拉克分部，佢係汽車炸彈專家，策動過多宗襲擊。而巴格達迪就係阿蓋達成立嘅伊拉克伊斯蘭國嘅領導人，佢行蹤極之隱秘，美國曾經懷疑佢只係一個虛構人物。佢哋2個係伊拉克政府最想消滅嘅敵人，兩人嘅死肯定會打擊阿蓋達嘅士氣。不過有分析認為，伊拉克能唔能夠回復安全穩定，關鍵在於能否化解教派間嘅緊張。如果伊拉克實現民族和解，阿蓋達就冇容身之所。相反，如果教派矛盾未能化解，單係靠殺死2個恐怖組織頭目，並唔能夠防止暴力事件再次發生。亞洲電視記者林永報道。美軍同埋伊拉克部隊今次嘅聯合行動係喺北部嘅提克里特進行，嗰度係伊拉克前總統侯賽因嘅家鄉。有分析就認為2個阿蓋達頭目被剷除，有助穩定伊拉克嘅局勢，亦都顯示伊拉克部隊已經具備一定嘅實力。由林永雄報道。美國副總統拜登話：呢次行動由伊拉克安全部隊自行搜集情報，並進行長期跟蹤，最終係伊拉克前總統侯賽因嘅家鄉提克里特，將佢哋一網成擒，證明咗伊拉克部隊嘅能力。駐伊美軍司令亦都話，伊拉克部隊喺打擊阿蓋達組織上正發揮主導作用。駐伊美軍嘅戰鬥部隊將按照計劃喺今年9月前撤走。伊拉克軍能夠獨當一面，急於脫身嘅美國當然高興。而對於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嚟講，伊拉克軍嘅表現更關乎佢自己嘅政治前途。
上個月伊拉克國會選舉之後，馬利基同埋前總理阿拉維領導嘅兩大陣營正爭奪新一屆政府嘅組閣權。馬利基喺呢一個時候宣布反恐行動取得重大成果，可以向國民同埋美國證明佢有繼續執政嘅能力。事實上，伊拉克軍同埋阿蓋達嘅實力近年的確此消彼長。喺美軍一再增兵同埋掃蕩之下，伊拉克嘅阿蓋達成員數目大減。相反，伊拉克軍喺美國嘅悉心栽培之下，已經逐漸洗脫起初嘅雜牌軍形象。亞洲電視記者林永報導。美國都形容今次嘅行動係重大勝利，不過有分析就認為係誇大咗兩個阿蓋達頭目嘅影響力，所以而家話慶祝仍然係言之尚早。只係一方面，美軍想盡快撤出伊拉克，而伊拉克亦都想盡快穩定政局，未必顯示到行動已經摧毀咗阿蓋達喺伊拉克嘅勢力。報道係咁多，交翻俾廠。先休息一陣，翻嚟報道。兩隻野豬喺炮台山出沒，漁護處人員用咗幾個鐘頭先至捉到野豬。發展局申請撥款2億幾，活化石硤尾村美河流，同翻新深水埗雷生春。精彩纷呈的新生活 G3 已经为您做好准备。中国移动联手各大手机品牌，精心为您打造多款 G3 手机。现在多款 G3 手机已隆重上市，不换号，轻松进入3G 生活。中国移动通信。